番话艺术水个好，搁将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四句联，讲过去的小报歌。这艺术嘛，亲像即马流行歌咧唱迄个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共款。原来你是花言巧语，真情互你骗去。敢有影？你来甲听看卖。见面头一首，咱来听。讲一顶眠床拍在在，一对手枕掠相台。外庄阿君歹款待，款待无好就无来。有影啦吼！爱情的骗子，你真足听？我要问你。讲什么？我亲像天顶的仙女，讲什么？我亲像古早的西施。约束5天无来，6天无来，即马第8天啊！你敢知？我眠床拍好啊，枕头摆好啊。莫非你是外庄的阿君？咱知影用过，也无电话，也无手机啊，干那隔壁庄路头就真远啊啦。所以这个姑娘我去到圳沟边洗衫，这我哪有4句联通我念呢？你继续甲听落去。讲我娘洗衫伫圳沟。目屎流落水底流，人人笑我偌爱哭。甲君离开失对头，对啦，平洗衫，遐个洗衫啊，伴在咧笑啊，秋，逐工在咧哭。啊，我在咧思念所爱的人啊。甲君离开，你有去煞无来，害我失对头。对头，毋是咧讲对头冤家子，是讲2个一对手配合了上界斗打，但这就是描写所爱的人。啊，这个资料好朋友，毋是国政即马强的呢。日本时代有一个文学家李宪章先生，毋但将这4句联小报歌集做伙发表伫咧当时的杂志，佮特别出版一本台湾民间文学集，内容真好。当然啦，女性这边伫咧哀怨，男方原来有伊的解说甲主张，你甲听，这原来有4句联哦。头一句讲，黄菊开花，贴贴黄。溪尾过了是新庄，要去娘厝路又远。天拍脚骨惊会酸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对啊。黄菊开花，这句是咧讲斗句的。第2句才是重要，讲吼我住溪尾，你过新庄啦。溪尾要去到新庄，永早结果是骑铁马尔，路头真正真远啦。要去娘厝路又远，天拍脚骨惊会酸啦，朋友。你出公论，你我心内拢有判断，这个查甫是毋是咧找理由？我卖论，是讲趣味4句联小报真艺术啊。